卡塔爾首都多哈發生多宗爆炸，可以聽到一連串爆炸巨響，建築物冒出濃煙。根據哈馬斯消息人士話，今次以色列軍隊嘅目標對象係哈馬斯嘅談判代表團。以色列星期二對位於卡塔爾首都多哈嘅哈馬斯領導層發動空襲。佢哋當時正喺多哈開會，討論特朗普提出嘅加沙停火協議。襲擊目標係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兼首席談判代表哈亞。今次攻擊主要造成6個人死亡，包括哈馬斯高層哈亞嘅仔同埋5個官兵，而目標哈亞就順利逃過暗殺。以色列國防軍其後喺社交平台承認今次暗殺行動，話計劃經過長時間準備，減輕對平民嘅傷害，而襲擊目的係要哈馬斯領導層成員為舊年10月份襲擊以色列、殺害平民等殘酷屠殺負上責任。卡塔爾政府強烈譴責今次空襲行動，認為以色列公然違反國際法同主權，嚴重破壞自己作為停火調停國嘅信譽同角色。對於以色列官方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批准今次襲擊行動，白宮發言人萊維特星期二喺記者會中話，特朗普有事先通知卡塔爾，以色列即將會發動攻擊。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notified by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that Israel was attacking Hamas. The president directed his special envoy Witkoff to immediately call the Qataris. And after the attack, he spoke to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萊維特話單方面喺卡塔爾境內進行轟炸，並唔能夠推進以色列或者美國嘅目標，強調特朗普保證類似嘅事唔會再次發生。